3月小马祖，台湾一年一届宗教界大代志，就是大甲妈绕境。新历3月19日要起驾，也毋过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着，医生界烦恼讲大规模的活动，敢会变做一个防疫的空帮？呼吁这个活动就要延期或者是停办。和台大附山科名医施景中拢祈祷妈祖会当赶紧显圣，赶紧脱网，请相关的人员停办这一届活动。也毋过大甲镇南宫也是宣布大甲妈绕境照常举办。庙方讲，即摆已经在研究相关的防疫办法，对防疫的工作有信心。大人改杯大甲妈示警，确定伫咧3月19号子时起驾，总共9天8暝。毋过伫即个时阵，大陆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未煞，外界烦恼会有族群感染的危险，呼吁会当延后或者是停办。就连台大的妇产科的医生施金忠嘛铺文爱大甲妈显灵。铺文一开始直接就写祈祷妈祖会当赶紧显灵，托梦互庙方的负责人或者是主管单位，将即个活动来停办。妈祖本身的道行较深，阁有护法，敢讲真正爱信徒来到伊的面头前，才会知影伊的虔诚。阁爱大家莫用世间人的意念来想慈悲为怀的妈祖，安尼对妈祖才是真正的不敬。最后，阁再一摆请求妈祖赶紧来显灵。万一一个人有中，这么密集的人群里头，可能会蛮严重的啦。百年示警的活动到底是要延后，或者是停办？民众有无同的看法？理论上是要取消，但是这个宗教这么大的每年的活动要取消可能也是很难啦。对吧？我这个不必啊。有诚信比较重要啦。并对外界的声浪，大甲镇南宫嘛出面表示，相信蔡政府的防疫措施，爱大家唔免伤过烦恼。这都是在室外，大家咧惊啥？大家人惊人，惊死人。那假如这样，菜市场也不能去，什么都不要做了。针对示警的期间要安怎防疫，镇南宫强调，对大的所在休困、用餐甲便所这区域拢会加强消毒，同时会来量体温甲做体检。另外，嘛请每一个站点来规划食食、使用的动线甲用餐区，甚至呼吁家己来炸杯啊，是一个袂歹的选择。大家嘛3月日头已经拢做落来，大家来出来拍拍日嘛袂歹。离大甲妈示警剩无到1个月时间，庙方积极咧宣导防疫，搁较希望妈祖会当有保庇，赶紧来将疫情赶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